萬港紙喺泰國自製長糧係咩概念呢？100萬港紙所製造嘅長糧，泰國係咪真係夠生活㗎？以曼谷首都為例，2025年一個月嘅電費，因為要用冷氣啦，所以都唔會太平嘅，1000零銖到啦。水費就真係平嘅，80-100銖呢一定足夠㗎啦。不過你要留意，泰國人就唔用自來水飲用嘅，買水就要另外計開錢啦。上網費睇下咩台買幾大 plan， 出唔出寬頻呢？一個月大約800-1000銖啦。生活雜項，頭先我哋嘅飲用水啦，買下生果啊、廁紙啊呢啲都要㗎。曼谷嘅勝在選擇多，一個月1200銖到。交通費，如果你唔係需要日日返工去好遠嘅地方，日日騰嚟騰去 BTS、MRT、的士、電單車、獨獨 movie， 一個月1000銖應該可以㗎啦。民以食為天。當你一日出街食足3餐，不過勝在曼谷平嘅又好食，中價嘅都好食。平嘅幾十銖，中價嘅百零，精緻啲咪食幾百至偶爾食翻千零2000咯。咩都食下，一個月15000銖到嘅使費啦。生活就唔可以冇娛樂、運動、社交嘅基本娛樂消遣，2500銖算慳嘅。即係話一個月人喺曼谷一個月呢，使費大約就需要21600銖啦。關鍵問題嚟啦，點樣利用100萬港紙每個月為自己製造到21600銖嘅長糧呢？買磚頭收租就係傳統智慧啦，確實係 work 嘅。100萬港紙可以大約420萬銖，布吉就買到個一房單位啦。布吉近年租金升幅咧就相當唔錯，基本都可以做到6厘嘅。420萬銖6厘回報，一個月咧就有21000銖，啱啱夠生活費。布吉收租甚至可以喺曼谷生活用添。但係100萬只係一個例子啫，唔同人有唔同嘅要求，唔同嘅項目，唔同嘅目的。曼谷買樓123願意為你分享我哋實際嘅經驗，協助大家100萬自製泰長糧。